台湾雕刻家前辈黄土水的作品《少女》，伫1920年的时阵，捐予伊的母校大稻埕公学校，也就是即卖的台北市太平国小。这国宝级的雕刻是要安怎来保存呢？也引起众人的关心。伫各界帮助之下，学校即卖也规划一个空间，称作是博物馆。这黄土水的作品也会当开放对外参观。 白色的大理石雕刻上表现出少女幼秀的面容甲表情，这是台湾雕刻家黄土水为东京美术学校毕业时的作品《少女》，伫1920年捐予大稻埕公学校，即马收藏伫台北市太平国小。少女要永远伫遮保存，校方按算成立博物馆展示。赠给这个学校的目的，其实是黄土水的初心就是艺术教育。他是一个非常天才型的艺术家，但是他并不是自己好就好，他其实是心系台湾。 能不能提升他的艺术的水准？有百多年历史的太平国小校园找紧种真侪花草，因为博物馆经费只有1600万，是真有限。学校按算改造花园边仔无咧使用的空间来展示。除了少女，未来也会规划其他校园历史甲在地相关的展览。将来的这个校园的生态艺术博物馆，它是可以跟校园的整个生态环境可以融合为一，然后同时呢，它又能够兼顾到学校的 教学，同时它又可以对外开放，可以跟社区的公共性可以结合，所以然后同时更重要的当然是这个是一个文化资产的保存，所以它的一个安全度也非常的重要。 博物馆按算伫2023后半年试营运，2024年对外开放。空间对外开放，保存条件安全性等等也是挑战。林万地表示，已经有企业捐放大玻璃，嘛规划保全计划，各界拍拼就是希望少女雕刻上会使互大家欣赏。记者郭定水报道。